以前下晡时啊，若有热对流，还讲人所谓西北雨，它会10点钟昆山里就淹水啊。啊，连到民国100年的防灾应急工程，把台湾排水的雨花提悬起来，然后建设一寡抽水站，佮加建设一寡这闸门。强降因2小时内袂淹水，所以明显的改善。然后万代桥的修造吼，相信啊对着雨水的排泄会更较紧。所以讲咱对着万代桥的修造呢，抱着真大的信心啦，嘛有真大的期待。万代桥下面的三爷溪这边的水流，还有我们的交通的要道，那是水患的时候呢，都会更塞。这个改建工程对我们仁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建设。万代桥对我们整个三爷溪主流的影响非常大。以往万代桥是一个三爷溪非常造成非常大的瓶颈的地方。现在如果是把原来没有所有的落墩的部分有改善成为无落墩的桥梁的话，这对整个三爷溪流域的排水量来讲，可以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台风季来临，瞬间强降水往往导致淹水，造成民众财产的损失。台南部分区域的民众就饱受淹水之苦。永康、昆山、大湾一带因原本大湾排水宣泄能力不佳，以及下游万代桥桥面狭小、宣泄不及等问题，几乎是逢雨成灾。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及公务局为改善淹水问题，进行三爷溪整治工程。包括大湾排水改善工程、太子庙中排改善工程，以及下游即将动工的万代桥改建工程。透过抽水机的加设及桥面瓶颈段的改建等多管齐下治水，防止瞬间强降雨所造成的威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赵副市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的副市长赵庆辉，今仔日非常的欢喜在咱黄伟哲市长的争取。咱会当来解决咱万代桥改建的工程。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讲咱的桥墩，影响到咱的水流，因为所有东区啦、林德，它的汇流水流会跑到这个万代桥的这个串流内底所以咱未来这个工程对咱东区、永康、林德非常的重要。所以这边嘛真欢喜，咱水利署会当互咱这个经费2亿多的经费佮包括咱中下游以后的水利改善差不多30亿，未来咱会当期待111年以后，咱就会当有一个改善水利的这个工程，佮附近咱迄个民众定定有较怨叹的这个积淹水的问题，拢会当获得大大的改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阮家欢收看8月7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電新聞。伫社會各界支持，台南市安樂婦幼關懷協會成立13檔來持續服務地方，其中每一檔寒暑假期間，嘛攏會舉辦營隊來栽培輔導弱勢學童。相關這群營隊的各中小學生，就來到雙子星有線電視參訪，並且將因所學的新聞採訪寫作，甲如何擔任主播進行成果驗收。參與安樂婦幼關懷協會小天使暑假學習營隊學生，上午來到雙子星有線電視，就是要將因佇營隊所學的新聞採訪加寫作等完整課程進行成果驗收。會中聯治中心協理陳建春如代表電視台收下感謝狀，歡喜甲大家翕相留念，嘛擔任採訪對象，實地接受小記者的專訪，過程有模有樣。請問前你有沒有想過要當主播？我有被訓練過要當主播，因為那時候電視台到目前為止，我仔細去看男生的主播會比女生的主播要少很多，所以一般如果是男生，長得差不多還可以看，講話還勉強口齒清晰的話，大概電視台都會訓練你去當主播，所以我被訓練過，但是失敗。當然，課程當中的重頭戲，就是要將家己所寫的新聞稿上主播台來報送，
对来讲，虽然拢是初体验，不过为了进行应对的训练，加上以体验为总经理，坐上主舞台以后，就是无共款，充分表达自信，继续接触。对我的收获是学到如何录主播、写新闻稿，学到比平常不一样的知识、不一样的课程，感觉很有趣。在这边就是这边设备也比较多，也比较专业啊，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老师在辛苦的时候就可以学习的，老师们怎么做可以跟他学，然后比平常好，就是这边设备很多，就是可以体验当主播，然后如何写草稿，然后怎么录制影片。为了让这群相对弱势家庭学生卖当徛上台面有竞争力，但是阿诺妇幼关怀协会创立到达13年来，伫社会各界支持，有大桥里长免费提供场地进行课后辅导，看见学生一步一步的成长，相当欣慰。这段期间呢，因为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个整个过程成长很多，包括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家长也非常的赞赏。我也希望说，在我们整个台南市里面的各角落，能够从点线面，就是从我们这个阿诺妇幼协会蔡理事长的带领之下，能够好好的发挥，让我们这些弱势的小朋友们、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们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来做学习、来做成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阿诺协会成立到今嘛来进入第13年，阮所看到小朋友刚来的时候，到这阵看到很快乐、很健康、很有礼貌，他们的思想都朝正面的方向去，这是我们做的觉得很有意义的事。这个不是一个人做得起来的，是事后木工、志工妈妈、志工老师，社会很多看不见的力量和资源，靠我都成就今天的阿诺关怀协会。暑假期间，除了让学生体验学校当中无学的新闻媒体训练，嘛让学生大开眼界、收获满满。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经济部为了带动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积极在各县市举办好上购活动。咱台南伫8月8号到9号2天，嘛要举办大型的市集，结合社区商圈共同来促销。活动现场都来当抽金条，嘛同款当参加5子电课的抽奖，邀请民众到时踊跃来参加。疫情解封后，政府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来消费，除了推出3倍券、甲易放券等消费券的措施以外，经济部商业署也伫各地规划好上购的活动。现在也将要伫8月8号、9号2天，伫台南海岸路举办大型的市集，邀请台南各商圈来参加，期待带动民众来消费。同时，这间活动也会使来抽金条，民众伫抽完金条后，嘛会使继续抽市府的5子登科，会使讲是好礼提袂完。其实我们的活动在全省都陆续展开。那台南是有特别的古都美学文化，还有在地的好料理，所以在台南办这样的活动，我相信可以对台南的在地的乡亲消费者，还有全省各地的消费者，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消费的场域。宣传记者会中也准备了侪个单位，市长甲司长也一一来设现场的单位，并用3倍券来消费。市长呼吁民众这2天一定要把握机会，同时也希望业者莫乌白起价，影响消费者采买意愿。所以8月8号、8月9号来台南消费，不仅可以抽金子，抽完金子那个发票还可以晚上登录来抽房子，所以是一举数得。欢迎一起来海岸商圈封街大拍卖。那既然奖项这么好，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商圈的好朋友也不可以客气，所以说我一定要要求，不能涨价，只能降价，不能涨价，只能降，因为涨价，人家来买要来抽金子，你还在涨价就没意思，所以要降价来这个让大家刺激买气。活动当天有计安排100档，包括一般的零售业者、在地特色的业者等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有抽奖、折扣等方案，要让民众轻松来设计提悬业者的业绩。但新闻国播以采访报道。
科技愈来愈进步，但市美术馆对顶一摆过雪湖特展，这个 VR 互动体验，带观众加入画作当中，大受欢迎。以后，这个月开始，伫一馆的科物用纪念展，也结合 AI 美术修复体验，欢迎民众透过闯关游戏，做回来认识美术的修复技术。为了让台湾的小朋友有更多元认识家己土地艺术，台南市美术馆甲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基金会、娃娃科技公司共同合作，以公共电视绕过小学堂的动画作为蓝本，透过扩增实境的 AR 技术，带领小朋友认识艺术修复的科学知识。伫个开展迄天，包括水果奶奶甲妖果们嘛拢到场出席，为活动带动高调。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进步，并不仅是软体的进步，还有平台的进步，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科技进步。然后我们虚拟实境，我们未来能够跟所有的这些人物妖果可以一起互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创意、想象力。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未来的世界无可限量，都要看我们年轻的小朋友去创造，而要有创造就必须有创造力。而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提供给大家，能够开发理想、开发创造力的可能性。这一次的这一个修复的这一个 AR 的扩充实境的这个计划，很感丰电视。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做思考，怎么来做这一个所谓的科普教育跟美术的结合。那么这结合呢，重点是让我们平常比较不熟悉的修复技术，可以跟最新的科技技术来结合。往往修复是1点1滴、1分1秒的工作，但是怎么让小朋友觉得有趣，在先期有一个知识放在脑子里面，让他将来进入美术馆可以看到更细微、更纤细的东西。那么这也是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的重要的。为了将艺术的资源扩展到台南市的各区域，南美馆这届嘛甲市府教育局来合作，推出偏乡好美丽艺游南美馆的计划，总共安排15梯次，预计提供600位的偏乡师生到场来参访。伫个开展的当天，嘛有将近40名的偏乡学童参加，做伙甲水果奶奶和妖果小妖互动来表演。欢迎暑假期间家长带小朋友做伙来台南美术馆的一馆参观 AR 美术修复的体验展。妖果小学堂真实甲妖怪的连结展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这再来回是台南独有的传统民俗，这几冬来，这个创新的安平开台天后宫，今年
举办市府做10回活动，特别以大航海时代作为主题，甲屏东科技大学木材科学设计系合作，打造一档载动20个人模仿17世纪的古早船头，上午正式公开甲市民见面。除了去民众翕相留念，嘛象征16岁当大人以后，会当唔惊风雨，勇敢向前。今年由安平开台天后宫所主办的做16岁，因为市府的支持，除了扩大举办，也以着大航海时代为主题，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甲关卡，为了互来参与的小朋友甲家长会使有一个拍卡的景点，庙方也特别甲屏东科技大学合作，推出这个旧船头，要吸引民众的眼光。这届吼，咱迄个109年度这16岁成年礼吼，由咱安平开台天后宫来做承办，因为这届吼，它的迄个范围较大，所以台南市的市长黄市长相当的重视，所以咱利用这个那个年轻人他能够展示展翼跨出去所以用那个大航海的这个概念那个成功起航来带领他们年轻人往他们的理想，往他们的未来前进。将来也能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做一番贡献，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那个意义。这届的设计甲打造，拢是由着屏东科技大学的木材科学甲设计系的学生所完成的。设计师林佑熙伫设计的过程特别参考了侪历史资料，同时也希望这个作品会使予参与的小朋友开创美好的未来。设计的一个发想，其实就是以我们安平古堡里面的一艘就是木船为主要的一个发想。其实我觉得成年礼16岁是一个从小孩跨入大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我希望说，就是借由这次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以船头来讲的话，就是起航以外，还有就是呢，每个站上船头的这些成年礼的小朋友，他们都对于未来都可以有一个乘风破浪的一个目标，然后开创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这届的计划虽然时间非常的赶，但是第3位学生黄信元、陈信友、吴靖宇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伫1个月内就来完工。这个船头的跨度长4公尺，上悬会使徛20个人。同时为了方便搬运，也特别设计了组合式的船体。根据了解，因伫打造的过程当中，透过电脑的运用，充分减少时间甲材料的浪费。对因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担心做不完的。那其实现在科技只要电脑有图下来，那我们在电脑上面模拟的话，就可以加快我们制作上面的速度。对，那也可以节省说我们材料的消耗这样子。制作过程比较困难的是它在曲面的地方，它制作上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如果使用电脑的绘图下去模拟的话，它比较难去模拟出它那个弧形。那所以我们在制作上那个地方一半是比较靠经验的，那另外一半呢，就是比较难靠电脑下去模拟出来那个弧形这样子。这只古船也将要号名叫做兰蒂亚号，庙方也将会规划传统的下水仪式来庆祝这只船的落成，同时也希望参与做16岁的小朋友会使成功航向未来。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基比学中心为了庆祝父亲节，特别伫院内大厅邀请歌手演唱，同时规划罕见疾病照护咨询、器官捐赠以及签署药理医疗等单位来宣导。同时8月份嘛提供癌症筛检送礼券，鼓励用来替家己、替爸爸的健康把关。来到基比学中心1楼的大厅，会使看到除了咨询的单位，也阁有音乐的表演，这种是为了庆祝父亲节所规划的活动。除了向辛苦的爸爸表达感谢以外，病院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向民众宣传预立医疗决定书的签署。这也是伫病人自主权立法通过后上重要的一个部分。成年的民众只要符合条件，就会使事前规划好家己性命上尾要的代志。新美院呢，为了庆祝88节呢，特别举办一个庆祝父亲节的活动。那活动内容主要是呢，为了我们辛苦的爸爸们，那特别举办了一个癌症的筛检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活动，希望我们可以注意我们爸爸的健康，然后来照顾他们。那第二个是来宣导我们的病人自主权利的一个病人一个医疗的预立医疗的意愿书。
那这个呢，主要是我们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呢，可以决定自己人生终点的时候该怎么做个结束。那不要再因为这些无谓的医疗或是无效的医疗来受罪。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来的罕病儿，那他们是一群非常辛苦的一个特殊的族群。那医院在照顾罕病的这一块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那今天他们也特别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他们如果做这样一个 ACP 的决定。现场也特别邀请一位罕见疾病的朋友来分享伊签署预立医疗的过程，希望帮助其他有类似状况的人一个参考。能不能有一种选择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有尊严的，在承受完一生的病痛之后，那可以比较轻松的、比较愉快的，甚至是和家人一种相处之下，然后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上的。那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很感谢奇美医院的一个盖房，这真的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那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他们的团队也很清楚的跟我说明这一个整个过程，还有最重要的是，签署这样的同意书不包括好像就是你好像已经准备要来等死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意思，它只是帮助你去选择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离开你的家人，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也鼓励很多可能还没签署的、还在考虑的人，都可以来到医院跟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去商讨这个样子的一个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法案。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现在8月份，基美下中心也提供礼券，给做完炎症体检的民众，希望鼓励符合条件的民众会使积极来做检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位40几岁男性建筑工人，原本也准讲是做粗工做成富贵手，不过后来因为炭到改变，佮上佮红肿，只好去看医生，结果被诊断是患了以下上所讲的2脚1手症候群。这个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款的症头？2脚1手症候群是一种皮癣菌感染的疾病，因为患部的外观佮富贵手的状况类似，才容易被误认。需要透过显微镜观察，或者是皮肤切片的方式，找到菌丝来确诊。医生表示，2脚1手症候群较容易发生在做粗重工课的人身上。相对上，可能做一些出工这种比较劳力型工作，可能相对上容易造成手部皮肤有一些些微创伤的族群，可能得到2脚1手症候群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这样， 2脚1手症候群，医生通常会采用抗霉菌的药物，加上去角质的药物，就当治疗完成。治疗方向原则上，大概第一线我们还是都先用外用的抗霉菌跟去角质药物来治疗。那除非真的效果不好，才会考量口服的抗霉菌药物。医生另外表示，2脚1手症候群治疗的同时，嘛要做伙处理其他部位的皮癣菌，才当避免交叉反复感染，延误着治疗的时间甲效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热风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